经济部的四大国营事业公布2024年的财报，台电去年是了411亿，中油是了355亿，台水嘛因为自来水的工程，去年是了41亿8千万哦，只有台糖有趁钱，去年计共趁57亿5千万。大电考生坐咧参加申请人员的真试，经济部旗下国营事业包含台电、台水、台糖、中油，是大众心目中的铁饭碗。不过最近2024年财报陆续出来，煞是一片红字，亏损上济是台电，去年供电度数2503亿，支出9125亿，税前亏损计共411亿，累计是有4229亿遮济。第二名中油也同款亏损355亿，累计的亏损691亿，佮有台水计共亏损41.8亿，敢若台糖的负业绩。净利是57.5亿。就是整个燃料的成本其实虽然有降，但是造成我们的售电成本目前还是高于我们的单价了。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程，大概都是一些风险跟备援的考量，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有一些破管那不要影响到民众一个正常的一个供水，我们就做了一些很多副线的工程。分析亏损的原因，台水表示因为投入自来水工程，自行借贷的金额已经有1000多亿，每年利息的费用敢若会变多，后续阁有工程陆续完工的拮据摊提。不过民生基本用水真必要，真歹改善。也若台电甲中油受到国际燃料计价，加上民生用电用油暂时唔起价，亏损继续扩大。中油公司它要取消哑铃最低价，基本上我们部里面也是持这个支持的态度，要把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因素排除。不过国营事业全面亏损，民众烦恼继续对得起。对此，台电上紧是爱伫3月份电钱审议委员会提出报告来讨论。台水是会伫3个月内提出水钱检讨的方案，才去讨论。中油是会透过每一礼拜的精算来调整。我觉得电价上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啦，你不能把所有控制物价的责任都推给这些国营企业。学者是呼吁讲，油、水电拢是基本的民生用品，中央应该拨补较侪预算，若是互国营事业家己承担来继续亏损，恐惊也是爱全面承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